今日恒生指數反彈咗467點啊，咁都係喺意料之中噶啦。我哋喺星期日晚上同大家做直播嘅時候都提到啊，籌碼嘅峰值平台位26,400係一個支持嘅。咁當然今日收到27,000啦，係咪已經都算突破峰值呢？其實對於指數我仲係比較擔憂嘅，一個就係呢一個裂口嘅阻力啦，咁係比較大啊，形成咗極大嘅阻力位置喺呢一度啦。當然佢嘅方向咧係冇問題嘅，例如我哋去睇到綠色嘅生命線，佢嘅方向依家仲係向上，咁就去睇下喺今日嘅上升當中會唔會有資金嘅配合。例如我哋去打開咗 Deep Chart 去睇下喺今日嘅恒生指數當中咧，望到 Deep Chart 嘅表現咧，其實冇過多嘅分析到哈，因為無論從佢嘅主力預言線啦，或者係話咧呢條散戶恐慌線都係冇過多嘅提示啊。咁包括用到60分鐘圖咧，都係依樣咁樣由之前嘅吸籌行到依家啦。依家係一個比較正常嘅小嘅反彈過程啊，冇資金嘅配合哈。所以點解話對於指數仲係比較擔心裂口咧？因為冇資金嘅配合。而反而喺阿里巴巴當中咧，我哋一齊去作出到更多嘅判斷先。嗱，我哋去剔翻到阿里巴巴，首先都一樣去睇下生命線啊，生命線嘅方向係向上嘅。今日咧出現咗高開低收，最後升咗1.8%。其實阿里巴巴咧係比指數弱，因為指數咧都冇穿到之前嘅平台支持。但係阿里巴巴喺星期五跌穿啦，都可以話係跌穿咗峰值嘅位置啦。但係行到依家出現咗嘅係籌碼由星期五嘅紫色轉翻咗今日嘅黃色。我哋喺星期日晚上都已經係提及到呢一點啦，所以出現咗個反彈，但係籌碼嘅峰值會作出到阻力。咁與此同時去關注佢嘅呢一個阿里巴巴嘅呢一個資金，當時咧要去留意到話，佢會唔會出現兩條線交叉之後，好快紅色線就上翻去呢？但係好明顯已經係經過咗交叉2日啦，但係見唔到游資嘅呢一條主力成本線同埋散戶恐慌線再次形成咗散戶恐慌線繼續向下跌嘅情況。所以呢一度咧唔係中繼嘅洗盤，所以整體嚟講咧，真係阿里巴巴仲係偏弱嘅走勢啦啊！咁包括我哋用到60分鐘圖去睇啊，咁任何嘅情況一樣都冇見到過多嘅動力哈。好啦啊，呢一度咧就屬於我哋今日3分鐘嘅復盤啦。